你好，豆包。人民日報咧提醒我哋有4種嘢係一定唔可以擺喺屋企嘅喎，係邊4種呢？同大家分享一下。人民日報緊急提醒大家，有4種嘢千祈唔好囤，越囤越傷身。一、膠袋，唔係食品級嘅膠袋，含有塑化劑，喺低溫環境下會釋放有害物質。擺入冰格凍肉嗰陣，膠袋好易黐住啲肉，解凍之後啲有害物質就食埋落肚。建議改用食品級保鮮袋或者保鮮盒。二、快遞紙箱，生產時用嘅3存膠會持續釋放甲醛，表面嗰層劣質油墨塗層都會釋放有害氣體，喺潮濕環境下好易發霉又惹蟲。建議拆完快遞即刻處理，唔好留。3、膠樽，拎嚟裝調料會溶解塑料，釋放塑化劑。樽口設計難清潔，好易滋生細菌。建議改用玻璃調味樽，或者直接買玻璃樽裝嘅調料。4、活性炭包，吸附甲醛有上限，吸滿之後會重新釋放返出嚟，長期唔換反而變成污染源。建議定期更換活性炭包。快啲話俾屋企人知，唔好為咗慳嗰少少錢而搞壞身體。